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係我 Mavis 啊。今次同大家介紹一個海和山嘅開放式租盤啊。咁啊，實用咧291尺。咁你睇下呢個玄關位咧，其實兩邊咧都係儲物空間嚟嘅。帶大家睇睇，一入門口右手邊已經係洗衣機同一系列嘅櫃。浴室夠寬敞，裝置兩面大鏡櫃，台面空間足夠。企缸嘅上方設有浴室寶，牆身有位置擺放沐浴產品。櫥櫃空間夠多，睇埋玄關位另一邊嘅儲物櫃。雪櫃後面竟然有兩個大衣櫃，收納空間真係驚人。行出露台感受下，單位嘅位置係向東南方。景觀望內園已經係永久景。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多謝你哋收睇呢個 channel啊！